我叫阿娟，係一個平凡嘅港女，由細到大性格都比較懦弱，唔中意同身邊嘅人有衝突，所以好多時就算有嘢想反駁，都只會咕一聲吞咗佢，然後收埋響心。榮格話：人如果長期抑壓自己嘅情緒，會形成黑暗面。想要有真正嘅快樂，就要擁抱自己嘅陰影。所以我想用呢個頻道去面對同發洩咁多年嚟一直纏繞住我嘅不快記憶。希望咁樣可以放低過去。我父母同住，媽咪幫家姐湊小朋友，家姐同姐夫返工時間好長，冇乜假放，所以我放假都會幫手湊兒生仔，等媽咪可以多啲休息。阿強好好，會成日車我同兒生仔去玩。拍拖大半年左右，阿強開始講結婚嘅嘢，今次我覺得自己都準備好。結婚前其實大家都冇乜討論過經濟狀況同價值觀。阿強俾我嘅感覺係生活得好輕鬆，冇乜經濟壓力。佢好遷就我，相處大半年都表現得好容易相處。拍拖1年左右，我哋決定結婚啦。結婚之前，我同阿強安排雙方屋企人一齊食飯，等大家可以認識下。嗰日發生咗一件小事，我一直放咗響心。我發現原來我內心係好放唔開嗰日嘅事。嗰日食飽之後，兩個家庭一齊行嘅時候，媽咪突然好大聲同哥哥講：有冇搞錯啊？你個死仔！跟住哥哥呢就搭住媽咪個膊頭一齊笑。當時我同阿強響強媽旁邊，強媽聽到媽咪咁大聲，態度有啲不屑咁同阿強講：咁慘嘅，咁大個仔仲俾人咁大聲鬧。當時我冇俾任何反應，只係扮聽唔到。但我相信我嘅陰暗面會咁樣同佢講。我媽咪點同仔女溝通關你咩事啊？我媽咪呢啲叫真性情。你第一次見我媽咪，明知我企響你隔籬都咁樣，你係唔識尊重人，定真心覺得我唔會聽到啊？我媽咪係一個好典型嘅香港肥師奶，講嘢好大聲，對仔女粗聲粗氣。但嗰個只係佢嘅表面，佢內心其實係好錫我同家姐阿哥。佢嘅世界只有屋企人，由細到大，媽咪從來冇將佢同爸爸嘅煩惱同問題轉嫁俾我哋3個，亦都唔會對任何一個偏心偏到出晒面。嗰日我覺得強媽好唔尊重我媽咪，佢咁樣就好似第一次見面就已經響背後藐我媽咪咁。有時表面友善、溫柔、陰聲細氣嘅人，內心可能並唔係咁樣。